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軍事炮彈熊嘅頻道。今日我想講下英國皇家海軍嘅光輝號航空母艦 Illustrious 號，佢嘅船號就係 Albert 啦，排水量23,369噸，滿載排水量超過28,800噸左右，航速至少都有30節，續航力20節航行可以航行10,700海里。人員有1800人左右啦，但係如我查到嘅資料話，佢最多其實可以去到1900人左右嘅。武器有8座雙聯裝113mm 防空炮，6座8聯裝 QF 2磅防空炮，裝甲有115至76mm 裝甲啦。呢個裝甲喺當時嘅厚度嚟講係非常之不錯嘅，不過有得就必有失嘅。光輝號嘅艦載機數量就唔係太多，最多只有36架左右嘅艦載機嘅啫。光輝號航空母艦係光輝級嘅第一艘艦啦，咁佢有3艘嘅姊妹艦嘅，包括係可畏號啦 HMS Formidable R67啦，勝利號啦 HMS Victorious R38，同北妖號啦 HMS Indomitable R92嘅。光輝號喺1937年5月喺巴羅恩弗內斯 Barrow-in-Furness 造船廠開工嘅。呢個造船廠可能係英國最大型嘅造船廠啦，由日本嘅三笠號戰艦啦，到英國嘅光輝號啦，再到後來嘅無敵號航空母艦啦，到依家嘅基敏級潛艇啦，未來嘅AUKUS 級潛艇都可能會係喺呢個造船廠度造船廠度開工嘅，所以呢個造船廠係基本上係一個喺英國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造船廠嚟嘅。光輝號喺1939年落水，1940年服役。佢裝備咗布萊克 B-24戰鬥轟炸機啦。咁呢隻轟炸機佢可以作為俯衝轟炸機去使用嘅，同埋查爾雷庫伊馬 Foima 艦載偵察戰鬥機啦。佢仲有2個中隊嘅劍魚魚雷轟炸機啦。咁之後咧，佢就不停咁進行訓練啦。到咗1940年8月，光輝號嘅訓練就完成咗啦。之後，光輝號就被派咗去地中海嘅 H 艦隊進行佢嘅第一次作戰任務。喺地中海，光輝號嘅主要任務就係打擊呢個意大利嘅港口啦，提供地中海英國艦隊嘅防空掩護啦，同埋擊退呢個意大利嘅海軍艦隊啦。咁之後咧，光輝號就參加咗塔蘭托戰役啦。咁喺呢次戰役裏邊咧，造成咗意大利海軍嘅3艘戰列艦咧就失去咗戰力。咁喺塔蘭托戰役之後咧，光輝號就一直喺地中海對英國嘅護航船隊咧進行支援嘅，順便打下呢個意大利嘅商船隊啦。直到1941年1月，光輝號被德國納粹空軍大約30架左右嘅 Junkers Ju-87轟炸啦。咁喺呢次轟炸裏邊咧，光輝號係至少被人擊中咗5次嘅，基本上係喪失咗戰鬥能力嘅。之後仲要俾第2波嘅 Junkers Ju-87轟炸啦。咁但係呢次都好好彩嘅，因為光輝號嘅裝甲比較上厚咧，再加上有啲炸彈係冇炸嘅，所以光輝號係冇沉沒到嘅。並喺1941年1月頭左右咧，就去咗馬耳他港進行維修啦。咁喺馬耳他咧，光輝號都一直係被德國納粹空軍去轟炸嘅，都造成咗光輝號唔少嘅傷害。咁佢喺馬耳他暫時維修咗之後咧，光輝號就去咗埃及嘅亞歷山大港啦、南非嘅德班啦，最後去咗美國嘅諾福克海軍造船廠去進行維修同埋改裝嘅。咁喺美國光輝號就改裝咗飛行甲板啦，包括咗新嘅飛機升降機啦、新嘅彈射器啦。咁佢依家呢個新嘅彈射器咧係可以彈射呢個美國製造嘅飛機啦。光輝號喺1941年尾左右咧就完成咗改裝啦，並喺1942年頭咧就去咗印度洋。喺印度洋，光輝號嘅第一個任務就係佔領呢個馬達加斯加島。咁原本馬達加斯加島咧係由法國去佔領嘅，但係因為1940年法國投降，所以呢個時候馬達加斯加島係由維奇法國去佔領嘅。咁最後成個行動，英國皇家海軍係成功佔領咗馬達加斯加島嘅。光輝號擊沉咗一艘法國海軍嘅武裝商船啦，同埋一艘潛艇啦。做完呢個行動咧，
光輝號就一直喺印度洋度提供支援嘅，直到1943年1月返咗去英國進行改裝啦。英國改裝咗一個新嘅雷達喺光輝號身上啦。新嘅雷達咧對空嘅偵測距離係非常之不錯嘅。咁喺改裝完之後咧，光輝號同獨角獸號 HMS Unicorn 就一齊去咗地中海去支援雪崩行動，即係登陸意大利南部。主要嘅任務都係提供呢個空中支援啦，加上對陸嘅攻擊啦。做完呢次任務咧，喺1944年1月，光輝號重返印度洋，開始打擊日本嘅海軍基地。第一個就係印尼嘅薩邦海軍基地啦，第二個就係爪哇島嘅泗水海軍基隊，第三個就係安達曼島嘅布萊爾港。上面呢啲行動咧都係成功嘅，光輝號都冇受到太大嘅傷害。之後，光輝號就喺德班又進行咗一次嘅改裝啦。喺1944年11月，佢被編入咗新建立嘅英國太平洋艦隊。咁喺1945年1月，英國太平洋艦隊對印尼嘅巨漢港去進行打擊啦。呢次嘅行動係非常之成功嘅，但係光輝號就傷亡慘重嘅，一共損失咗6架以上嘅海盜式，再加上3架以上嘅復仇者式戰鬥機啦。之後仲有2粒來自不屈號同喬治5世號嘅炮彈咧，係擊中咗光輝號嘅，造成咗12人死亡、21人嘅傷亡嘅。對於光輝號嚟講，呢次行動真係太過災難嘅，對佢嚟講。咁喺1945年2月，光輝號去咗澳洲進行維修啦，直到1945年3月開始同美國第58艦隊一齊演習，因為佢哋即將參加沖繩島戰役。咁光輝號喺沖繩島戰役裏邊嘅主要任務係打擊日軍喺台灣嘅機場啦，同埋空軍嘅。咁喺1945年4月5日，光輝號俾一架日本嘅衛星轟炸機以神風特攻，即係自殺式攻擊嘅方式擊中咗光輝號，造成咗光輝號嘅飛行甲板受損嘅。咁之後，光輝號係俾可畏號接替咗佢嘅位置，而光輝號就去咗菲律賓進行檢查，結果就發現光輝號由於佢打仗實在打咗太耐啦，所以佢嘅裝甲板啦、艦身啦，甚至一啲框架都受到好多傷害，有好多大大小小嘅裂縫喺度嘅。冇辦法，光輝號只能返去呢個蘇格蘭去接受呢個維修啦。咁但係喺光輝號維修期間呢，二戰就結束咗啦。咁喺戰後呢，光輝號就被人改裝咗成為呢個試驗新式飛機嘅試驗航空母艦啦。咁包括咗好多戰後嘅噴射式戰鬥機都喺光輝號上面試驗過嘅。咁喺光輝號上面試驗過嘅飛機包括有螢火蟲 FR4啦、火炬 TF4啦、火蚊式TRMHK33啦、海吸血鬼啦、超級馬林攻擊者啦、唐惡反潛飛機啦、超級馬林510等等等等嘅飛機啦。咁喺1949年至1951年呢，光輝號主要都係作為試驗航空母艦去使用啦。咁但係有陣時都會作為運兵船去運兵去歐洲嘅其他地方啦，甚至係去到北非嘅。直到1955年退役啦，去到1956年，光輝號係俾人拆解嘅。咁我哋總結一下啦，我個人認為啊嚇，光輝號同呢個美國嘅 CV6企業號係可以有得揮嘅，其實係佢哋嘅戰績都係好誇張嘅。不過光輝號主要係喺地中海啦，同埋喺呢個印度洋度做任務啦，你可以話係。咁但係佢哋呢兩艘都一定係戰神艦嚟嘅。咁好得意嘅一樣嘢係咧，其實佢哋喺沖繩島戰役咧，都係喺最後嘅時候就受損，然後俾人退場嘅。咁我亦都覺得幾可惜嘅，畢竟喺即係佢哋咁高戰功，但係喺最後嗰2個月其實佢哋都係冇打到嘅。咁我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鍾意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